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新历3月21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楚欣。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湾今仔日阁增加18宗诊断确定的病例，这18个患者拢是按国外带病入境，现时病例计共153宗。有学者建议台湾比照韩国开放全面性的检验，不过中央表示，若验无病毒的例较济，电脑会互民众失去戒心，所以现时也无要安尼做。因为咱副总统陈建仁批评中国的疫情无透明，中国当时转来讲陈建仁是甲责任拄予中国。第一条消息真重要，今仔日咱台湾阁增加18宗武汉肺炎的病例，这18个患者拢是按国外带病入境。现时咱台湾的病例计共153宗，因为带病入境的病例直直在增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3月初8至3月18，按美国、东亚国家入境，捌就诊者着检验，嘛着居家检疫。国内阁新增加18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而且全部是境外移入。新增加个案内底，案例140例是埃及团团员，总计这旅行团互相相会已经有7个人确诊。案例143甲144两个人是翁仔某，长期住伫捷克，甲进前确诊的案例77是亲人的关系。因捌伫3月初到定到美国探亲，返来台湾了后，在机场采检确诊。案例148在1月底时去美国读册，回国时甲案例85例坐共接回轮机，发病了后经过采检确诊。案例150甲案例133是厝内底人关系，不过英国读册，回国了后发病确诊。其他13例是独立个案，出国目的以读册、旅游甲工作为主。男性6人哈，那女性12人。那这次基本上都比较年轻哈，除了3位是50几岁，1位70岁。其他都介于在20岁到40岁之间。因为最近国内境外移入确诊病例继续上升，指挥中心也会回溯3月初8到18期间，对美国、东亚国家入境的捌去看医生的人，会对1月起改做自主检疫，并且进行病毒检验，这人数大约3000人。这段时间，只要是有旅游史的，这其实都可以透过1922来跟我们尽速的做报道。我们尽量能够。把这些有可能的都跟社会能够稍微的做一点区隔。另外，疫情一直摊开，为了避免各病院收治通报个案大幅增加，影响隔离病床的调度使用，所以指挥中心也宣布，1月起无肺炎而且经过医师评估，无需要住院的通报个案，亲像轻症也是无症状患者，头一摆采检了后，就等于厝的进行特殊检疫，免住院隔离。个案跟同住者有分隔的空间居住那可以有人照料生活起居，那这些条件如果都符合的话，那就可以用就是说就是在门诊这边采检，那采检完之后就可以先出院。指挥中心讲，若是个案症状继续也是恶化，就安排第2摆采检。而总计即阵国内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有153例，有2人死亡，有28人解除隔离，其他情形稳定，继续住院治疗隔离中。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武汉肺炎的病例大增加，有学者挂心爆发社区感染，就建议开放民众家己付费用来检验。不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病毒当在潜伏期的时，未出现症头，若验无病毒，电脑会互民众失去戒心、失过去，安尼时防疫恐惊会有破拍，所以现时也无要全面性的检验。最近为国外回来台湾人增加真济，各病院收治通报个案也增加。有学者建议，卡数病院检验量能充足，建议比较韩国模式，全面普胎或者是开放自费体检，实质更较侪轻症或者是无症状患者，有防社区传播风险，不过有医师认为无必要。无症状感染者，他传染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通常他身体里面的病毒量会稍微低一点。无症状感染者，他就没有呼吸道症状，他没有流鼻水，没有咳嗽，他就比较不会产生这个很多的飞沫去感染到其他人。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要甲专家真济摆讨论普胎，专家意见拢无同，因为考虑病毒潜伏期无症状，到时阵是阴性，反倒会互人失去戒心，四界拍走，万一后来发病，恐惊加做更较大的防疫空隙。避免这样的一个测出来伪阴性，在社会里面拍照，所以我们得采取的是有特定风险的情况下，那精准的去筛，然后精准筛完之后，做适当的一个分流跟隔离。
但是中强调，目前指挥中心做法是针对有特定风险、有特定症状者做采检，毋过尽量放宽采检限制，将所有可能拢达入来。现阶段无打算进行全面铺台。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飞行机较无通风，乘客较高畏着病症，但中英航空、中华航空宣布，所有旅客着先磅体温超过37度半，就无法度上飞机。乘客嘛拢着专程挂喙罨。另外，按今仔日开始，按国外入境的民众伫机场的免税商店拢通徛名卖喙罨。排队量体温，爱搁写健康声明资料。等下台湾的游客甲留学生伫桃园机场通关，游玩时拜甲登录了，挂喙罨已经是基本。有人为上飞行机到落飞行机穿防护衫甲挂护目镜。就是我今天在机场爬都全人 N95，然后就是护目镜，然后还有手套。像我个人就是决定要马上来，因为虽然就是我知道台湾有这个疫情，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不管是台湾政府在这个方面，我是很信任。有几位伫加拿大读册中国学生要转机回上海，也外籍旅客要转第三地。假使有人要坐中营或者是华航，爱先量体温超过37度5，无法度进飞行机。进飞行机也爱专程挂喙罨。为了让回国旅客有喙罨通用，21开始，机场免税店卖什么济喙罨，50块就买到一份3片大人，或者是5片囡仔喙罨。他买的还不错，怕回国没有买到那个口罩不够。即回国都用买到喙罨，民众感觉袂歹。啊，毋过21入境高峰早起4到8点，差不多2100人到位，到中昼卖无20分。有工作人员表示，应该是知影人无济。机场公司早起阁调度520台防疫计程车，200台防疫出租的车，以及19个车厝的防疫巴士，平均20到30分钟就用顺利坐车转去。有人向出租公司租车，驾驶全身防护，行李全部喷酒精，7月才搬进车，车内各用布隔开乘客位，隔绝可能的接触甲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开始有县市的首长下令禁止公务人员出国，不过嘉义县表公务员去turkey 这个游览，但县长翁忠牛要求若有人员要出国，局处首长袂当阁增加。议员伫面册点名武汉肺炎疫情全球一直拖，嘉义县政府有公务员互检举，讲在3月10时出国去佚佗，3前了后确实是去土耳其佚佗，毋是公务行程。一样接获到县府同仁反映说，他们一样县府里面一样有同仁出国到土耳其去。嘉义县政府其实在2月20日就发文，爱各机关除了公务以外，暂时莫出国。主管为安怎会准假？县长王忠牛无讲要追究，不过要求未来无应该再来核准。休假想要去出国的，虽然符合相关规定，未来我们在首长的准国权方面，我们未来一定禁止所有的公务人员休假出国。台南市政府有2名公务员在3月16日分别到冰岛甲土耳其去旅游，这2个国家旅游警示后来提升到3级。经过市府要求，2个人分别在19甲20返来台湾伫厝检疫。不过市长黄伟霆当时讲，2个人的行为可能影响到考绩，也引发基层的议论。或年初有做一些不当的行为，到年中、年末还是可以补回来，并不会因为年初的一个行为就直接判了死刑。我想说，这个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考绩的本意。当初这2个人的上级也可劝因讲卖去，黄伟霆强调，袂干那看即阵，你无看到全年的表现。不过意思也是表达讲，无认同公务人员防疫期间搁再出国。台南市政府也统计，3月7日到19返来台湾的市府公务人员已经有6个人伫厝检疫。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昨做一个增加27宗武汉肺炎的病例，其中一个患者是中央研究院的员工，现时计共16个人，甲这名患者有直接打，拢已经伫厝隔离。另外，这名治病员工伫中央研究院并无参加任何防疫的事工，请民众放心。武汉肺炎疫情升温，20指挥中心宣布新增27例确诊，其中包括1名中央研究院的员工，成为国内研究机构的头一例。因为中研院正在进行疫苗研发等病毒的相关研究，引起关注。不过，中研院特别澄清，这名确诊员工并无参与疫苗研发。
那目前我们知道这位确诊的同仁，并没有参与本院对外的工作，也没有参与防疫的研究工作，所以呢，各位可以放心，谢谢。中央医表示，目前已经掌握近距离接触的16人，已经进行地处隔离。另外25名同仁自主健康管理14天。中研院长廖俊娣也特别发配给专业职员，表示感谢所有研发甲支援团队的拍拼甲付出，并且毋忘同仁以上大的理性、同理心甲上悬的向心力来面对严重的挑战。接落来，中研院也会开始进行园区管控消毒，暂时关掉体育馆等大型的场馆。近期会议也拢改以视讯方式来进行。后礼拜一开始，院内也会启动无共所在办公、地处办公，来全力配合防疫。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来看中国这边，中国伫今仔日宣布，武汉肺炎已经连续3天无标本土的病例。受 WHO 秘书长谭德赛大力甲恶乐，咱副总统陈建仁进前批评中国疫情无透明，但中国官方的媒体是对陈建仁讲是咧抹黑甲责任拄好中国。中国疫情官方在日宣布，连续3天本土无确诊病例，新增加41例，全数来自境外移入，总计境外移入有269例。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除了对此表示是惊人的成就以外，更加讲武汉为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希望，是真该学乐。我国内地连续3日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武汉连续3日，湖北除武汉连续16日。Yesterday, Wuhan reported no new case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outbreak started. Wuhan provides hop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even the most severe situation can be turned around. 因为进前副总统陈建仁捌伫面册批评 WHO 一再追随中国讲疫情会使放缓因控制，才造成全球大流行，甚至讲谭德赛生计能无放假赛有。即阵中国人民网就出现文章，讲陈建仁甲毋对拢怪伫别人身上，无赖别人，明显看得出来，部分互怀疑疫情无透明。而香港最近确诊人数增加真多，疫情严重，立法会议员要求政府禁止非香港民众入境。希望大家理解咧，我哋而家嗰個嘅措施咧，就係香港居民同埋非香港居民入到嚟咧，都係要14日嘅強制性嘅檢疫。香港衛生局長也警告，即陣香港處在戰爭狀態，所以疫情可能會失去控制。面對第二波境外移入病例大大增加，無排除未來實施更加嚴厲的入境管制。而最近發現酒吧這個所在，去的人也變較多，專家也強烈呼籲市民愛注意，互相唔通挖傷近，避免發生社區互相燒話情形。記者綜合報道。武汉肺炎在世界大嚴重，各國政府為咗要抵擋武漢肺炎，攏要求民眾較莫出入公共的場所，來降低病情燒的機會。不過，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海堡甲澳洲悉尼潘迪海堡一帶，煞有數千人匯集。美國官員知影了後，是起價積極遮的人。悉尼市議會這邊嘛決定要甲海堡隆重封鎖。美國第一大州加州要求所有居民減少無必要外出點佇厝內了後，紐約州、伊利諾州21也開始對咧做。總共全美國有超過7,000萬人行動自由受到限制。不過這個禮拜是每一個學校放春假的時陣，幾千名大學生按照原定計劃去澳洲邁阿密海堡甲朋友飲酒，享受因的沙堡 party。If I get corona, I get corona. At the end of the day, I'm not going to let it stop me from partying. You know, really messing. I think they're blowing it way out of proportion. I think it's doing way too much. 這震撼的言論引起社會批評。全州已經1513個確診病例，當中死亡人數有82人。華盛頓州州長一再特別呼籲少年人愛加為厝內底老大人的生命安全設想。Someone asked the other day, "What's the penalty for a young person going out to a restaurant or hanging in a social get-together?" And it's true, the penalty is you might kill your grandparent. And that's something we need people to think about right now. 佛州20暗時開始下令餐飲業者禁止顧客入去食飯，加備酒精飲料。邁阿密海灘市下令所有旅館佇22進前全面清空，23開始要宵禁。電影院、健身房這娛樂休閒場所也早就被迫休困。特別秋天的澳洲，20氣溫有30外度。
澳洲联邦政府为避免群聚感染，已经下令禁止超过500人的户外集会。不过，雪梨旁伫海埔，煞有数千人伫海埔耍水或者是晒日头。雪梨所在新南威尔斯省，一天上悬的确诊病例数创下新高。这个海岸边，亲像落水饺同款的盛况，也引起各界议论。What we saw this morning here in Bondi Beach was the most irresponsible behaviour of individuals that we've seen so far. 当局出动警力将旁地海埔全部关起来，新南威尔斯省所有海埔也比较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又被军警继续实说第二团有人伫网络放风声，讲高雄一间医生馆不受武汉肺炎的病例，引起民众的惊吓。就算高雄市政府出面，遐谣言嘛是压袂掂，致使这间医生馆被迫休困。诊所关门，民众想要来看医生，才发现门口大告示，诊所为3月19开始休困，4月7日才恢复营业，因为被网络谣言中伤，加班治疗过武汉肺炎的患者。很明显啊，本来是好像菜市场那样啊，结果变成那个差不多5、6个而已啊。片面听信这些谣言的恐慌心态呢，这个无异于中古世纪在社会民众恐慌的心理上面所造成的一个猎巫行为。卫生局批评民众非理性的防疫行为，亲像是大补共款。被指去诊所的是土耳其旅游团的第67例，13登来台湾时的自主健康管理对象，15因为鼻炎去诊所退休啊，16确诊武汉肺炎，当日网络谣言都出来。不过卫生局真实摆澄清，第67例根本无入去诊所。案67是没有进入到诊所里面，直接在外面，然后医师透过问诊之后呢，就给他常规的这个过去有开过的这些鼻窦炎的一些用药。诊所人员也无被列为居家检疫对象。不过卫生局表示，其中一名护理人员的囡仔被幼儿园家长联署要求14天未当去上课，已经属于霸凌事件，会由教育局调查。对散布谣言的民众，会请警方找出来开发。新竹市政府至早也被传出好亲像有确诊案例停止上班，市府马上反驳。新竹市并没有市府员工有确诊病例的情形，那我们也都没有停班的这个情形。市府也大消毒，希望民众安心。警方伫2点钟之内找到散布谣言的民众，专案已经依上发办。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南一个高中学生，伊的亲人按澳洲回国，照规定着伫厝检疫观察健康。那知影讲，这个学生上课上到一半，老师向公共总入去教室通知伊嘛爱居家检疫，引起同学的惊吓。针对这件代志，学校出面说明，嘛表示因会检讨。这场对话图片内容，让学生甲家长真惊吓。内底讲，台南市某一间中学传出一位老师撞入去当咧上课的教室，通知一位高三生，就随当去处理做居家检疫。针对这件代志，校方出面驳回。应该私底下叫去旁边跟他讲这样子的，我自己感觉这样子的。导师并没有直接冲到班上去找学生，是把学生带到教室外面，对学生做一个了解。那导师有进到教室的部分是，进到教室对学生说明防疫假，还有居家检疫的一个防疫的观念。校方强调做法无妥当，而且反应伤大，会阁检讨改进。根据了解，这位高三生的阿姐16号为奥地利旅游返来台湾，照规定，干那阿姐需要居家检疫。不过，台南市政府提早部署规定，更较严格。台南市长黄伟哲18号宣布，若民众有居家隔离、居家检疫，也是自主健康管理的状况，个案的亲人若是学生，学校会当让学生申请放防疫假。所以，当学生是属于居家隔离、居家检疫的部分呢，是有强制性。他如果是自主学习的话，我们没有强迫性，那他可以申请，他是等，所以主动权回到学生本身。
台南市教育局长表示，针对学习防疫甲无公平性，唔过甲学生做伙生活的亲人是有传染的风险，可能造成校园的防疫压力。所以3月17开始进行学生甲做伙生活的亲人最近14天的旅游史调查，呼吁学生主动通报。而且学生放学习防疫假期间，校方嘛会透过线顶直播的方式，让这位学生会当伫厝里甲同学做伙上课。记者综合报道。是为着要阻止武汉肺炎继续传，各县市是步速进展。新北市暂停开放公有遐的通风无好的场馆，佮加强学校的防疫，建议老师佮学生上课拢着挂嘴烟。这个措施是甲台北话无共声，台北市长郭文地表示着思考，敢有强制挂嘴烟的必要性。这囡仔化身蜘蛛人，一年8到8个顶悬，这是内湖运动中心附设的户外爬岩场。虽然有疫情，不过也是真侪家长带囡仔来运动。不过伫内底健身房，人无济，来客数落2成到3成。这边其实没有很密闭啊，对，通风其实还可以这样子，应该没有那么危险。台北市运动中心防疫真认真，日常量体温消毒，透过新上路实名制，方便后续追踪。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煞大动作宣布封馆2礼拜。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认为，卡斯关场馆反倒等互民众走去别个所在群聚，不一定是好代志。那台北市政府做对自己的场馆是可以控制，可是我们还是要顾及到是大多是市民的他的一些生活的形态，所以我们还是要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正常的生活。新北市阁进一步加强校园防疫，公文建议师生上课爱挂嘴烟。不过台北市长郭文体回应，爱思考一寡问题，是毋是有必要性，是毋是要有嘴烟？台北市单高中以下，如果连包括幼稚园就28万了。所以就是说，我们等于每天要28万，那10天要280万。如果有的话，当然带嘛。但是如果要强制命令，就变成政府有那个义务要提供。大家不要在外面趴走，尤其人多所在、未通风的所在，就卖去啊。公体过去真侪摆强调首都生活圈，不过双北防疫无共，引起关心。官体表示，双北26会讨论合作方案，亲像防疫旅馆，统一调度防疫 SOP 流程，共用这议题。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风送头，春天高地啊，所在今日顶部有一大阵纸板碟准备上北，达分钟超过250只。高速公路局紧急甲国道3号分林关拿来这在上北的车路封起来，请照路过的民众要爱注意哦。高公局伫国道3号北上251公里到253公里的所在，方向外切个一个车道，因为21早起开始有大批纸板碟划过国道架设的防护网，数量每分钟已经超过250只，依照规定必须封车道。是我们今年度第一次的我们的国道外线车道封闭因为刚才已经每分钟达到350只的量那高公局这边马上全力的来配合。每年3月中，这班车为高雄木林北返过境分林拿来，伊的路径甲国道3号交汇，所以伫国道3号北上252公里的所在，设防护网引导这班车飞较悬，避免被车流影响，甚至遭路杀。应该还会有会经过尤其像我们昨天在徐州、九德还有茂林都有监测到大量的主班点通过，那代表着说就是说我们这边以南还有很多主班点等着要通过我们营内这个区块。云林这2天天气袂歹，纸板碟生态保育协会有称，也可有较侪纸板碟会经过，国道议员会配合封闭外侧车道。今年因为防疫关系，原本的纸板碟活动取消开幕甲转接车，不过议员鼓励民众家己去欣赏纸板碟。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明仔载咱台湾大部分的地区拢是侪云到好天，敢若东半部地区会落小可雨，若西半部地区会大雾，影响能见度，咱观众朋友就要注意。咱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1度；东部这边上低21度，上悬31度；
外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7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